好，呢個咧就係第5.6課。咁我哋咧就會睇下一啲叫做 rational function 啦。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啊，如果你有一個分數，而你個分數咧分子分母位置都係一個 polynomials 嘅，咁我哋就有呢個咁嘅名俾佢啦。我哋就話叫佢一個 rational 嘅 function 啦。咁我哋咧就會處理佢嘅乘啦，然後除啦，然後加減啦，然後就係4則運算加減乘除溝埋一齊啦，咁樣。咁咧基本上冇乜新嘅特別嘅意思㗎啦，咁啊俾啲技巧你啊，俾啲例子你參考嘅啫。好 A part。咁咧佢就想我哋咧就 simplify 佢啦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你留意到嘅就係、其實咧下邊嗰個係一個二次嘅 polynomial 嚟嘅，其實佢係有能力啦。其他先，我哋就係變咗下邊呢個先啦。OK，我哋有能力咧將佢變翻做 a 加 b，a 減 b 嘅。OK，好。咁啊，暫時睇冇乜特別喎，但係你留意下，其實上面咧都仲可以變一變嘅。只不過一個咧就用抽嘅方式，一個就係用恒等式。咁啊 y 減2就真係冇得變啦。當你見到咁嘅話咧，你就發現啊，其實佢哋係可以約到嘅。咁啊，甚至 y 加3，佢哋都可以約到。咁所以餘下嘅咧，其實對你嚟講就只係得翻3乘1乘2除翻，全部都係1，同埋 y 減3。睇漏咗啊！咁所以其實咧，佢就係6/y 減3。咁原來上邊嗰個咁複雜嘅嘢咧，原來係等於 y 減3/6嘅。好，咁啊做多個例子啦。咁啊，例如呢個 B part。好，寫完題目啦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每一個部分佢都有能力啦，你都有能力咧，將佢做一個因式分解嘅。咁有得做咧就要做啦。咁啊抽個2a 變 a 加2個 b。呢度咧就 a 加 b，a 減 b 啦，係咪啊？OK，右邊咧就試一試做唔做到identity 先啦。原來佢係 a 加 b 嘅成個嘅 square 嚟㗎嘛，係咪啊？咁不過今次咧呢個位置就係4b square，咁即係其實佢係 a 加2個 b 嘅 whole square 啦。咁下邊咧就抽個 a 出嚟啦。嗱，咁啊 2b 加 a 咧，2b 加 a 咧，其實就即係 a 加 2b 嚟㗎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部分咧係約得嘅。咁啊 a 都約得嘅喎，仲有 a 加 2b，呢度小心，你約呢個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嘅，佢自己乘自己，就用嚟約呢一個。咁所以最後咧，你會得到2乘 a 加2個 b over a 減2個 b。好，咁啊除嘅又點咧？咁啊做一個例子俾你睇一睇。如果除嘅咧，我哋可以譬如睇一睇 b 呢個啦。
好啦，咁啊除咧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你要知道佢係可以變乘嘅份數嘅調轉嘅。咁所以咧我咩都唔做啊，淨係做咗將除變乘，然後呢個份數咧就調轉擺。好，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做翻頭先我哋做嘅嘢，基本上冇變嘅。有得抽啦，抽咗佢先啦。好，A 二次減9個 減9個 B 二次咧，即係用翻恒等式 A 加 B A 減 B 啦，即係 A 加3B 乘 A 減3B 啦。好，咁呢度咧抽完2咧，其實就會變 A 加 B A 減 B 嘅。sorry 啊，差少少。你抽完2咧，應該係 A 二次減4個 B 二次。咁再換句話講咧，應該有個2喺度。OK， 好啦，下邊嗰個咧就 A 減 B 嘅 square 啦，公式入邊，所以就 A 減2個 B 啊。好啦，咁咧就約啦。咁你見到咧，譬如 A 減3B 同翻 A 減3B 約 ，A 減2個 B 就同 A 減2個 B 嘅2次約，剩低 A 減2個 B。所以咧，你嘅答案變做2A 乘2A 加2個 B over A 加3B 乘A 減2個 B， 即係4A A 加2個 B over A 加3個 B 乘 A 減2個 B 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乘或者除要識嘅嘢啦。好，咁啊加減又點做咧？咁加減咧其實就類似嘅，你哋以前做過㗎啦，只不過咧要做一啲咁多嘅通分母，要做一啲倍大，要擴份啦。咁呢啲啦，咁就同 polynomial 有關嘅啦，就而家就會接觸多啲咁啫。好啦，咁我哋試一試，如果係加嘅話咧，你會見到其實大家都有 x 加2嘅係嘛？咁但係隔離咧就冇 x 加1喎，咁所以我要做嘅咧就係俾翻個 x 加佢，導致到咧我哋通到分母啦，俗稱。咁本身係咁噶嘛。咁我乘翻咧，上下都乘個 x 加1，咁咪即係公平啦，係咪？因為呢個部分係1嚟噶嘛，乘1咪 OK 咯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都唔好唔記得啦。嗱，既然咁寫就唔係咁好啦，要俾翻括弧佢嘅。只係知道咁就 OK 啦。好，咁啊，如果分母一樣就真係可以寫埋一齊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咦咁啱咧，原來呢度咧係變做 x 加2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真係要觀察到最後一步，發現有得約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就係1 over x 加1啦。